来看最近有基层的国军也空讲，有志愿役的官兵逢强迫都爱练习做人师人令的表演，甚至有人因为安尼抓受伤，去影响到本地的勤务。那目前陆军北军团是回应讲，考虑人力也有训练等等的任务，目前是已经无表演的规划。采用减法的思维，让大家可以更专注在战训本部上面。总统就强调，进前面的部队爱检核思维，互官兵更加专注，振奋本部。不过有国军基层阁压出，真侪志愿役士兵被迫投入重量训练。国民党今年春节放送历史会面，讲国军部队某5条有名的重量队伍，常常在地方庆典甲国庆游行当中出来。国务局今年10月有希望阁现身。不过有官兵压出重量队伍爱50到60人，因讲是一年爱选2个人加入，每礼拜训练3天，不少官兵都受伤，影响勤务。后备少志愿役想要调职或者是退伍。考量到成员离退、调职，还有单位的接训任务，舞龙社团近期并没有表演的规划，而且也已经跟社团的成员妥善说明。专家表示，一年期医部役恢复了后，军种事务更较多，而且基层部队连现比只有78%，官兵流失严重，有必要重新检讨减少较无必要的勤务。共军的扰台的增加，我们各种战备也增加。最近又为了新装备，要抽调人力去支援新成立的单位。现在的基层官兵可以说是蜡烛多头烧。立法院有选中心调查，国军总员役11.5万人，编制员役18.8万人。国防部讲，并现比高社团维持战力，而且非转型募兵以来，毋捌达到这人数。国军官兵总数2021年16万4千人到2022年15万9千人，2023年6月底阁降至15万5千人。专家示警要如何解决兵力危机，是国军这摆上重要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